有一名维吾尔慈善家被中国当局监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位于喀省地区疏勒县的现任餐厅的老板亚生麦麦提因帮助贫困家庭和孤独的孩子而被指控非法帮助和保护。据报道，他帮助的一些孩子的父母关押在集中营或监狱的，他本人则2年以来在阿克苏监狱服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东突厥斯坦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阿里普阿布利米提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根据中国纪检委公布的通知，针对他的指控包括毫无理想信念、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和两面做人等。所有针对他的指控是中国政府经常用来惩罚维吾尔官员的借口。伊朗媒体报道，由于4月份技术问题而前往沙特阿拉伯吉达港的一艘伊朗船只将返回伊朗。据梅尔通讯社7月初报道，沙特官员不允许这艘船幸福一离开港口，因为有关支付维修费用的争议。由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拥有的邮轮幸福1号于4月30日遭遇技术问题，并运往吉达港，但是自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拒绝释放它。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的不良待遇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中国官媒则声称中国尊重宗教自由，指责美国试图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最近，美国高管有关中国宗教迫害言论激怒北京，包括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连发多篇文章驳斥。人民日报发布的一篇文章称，作为美国政府高管，他们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是打着宗教和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在中国制造分裂和混乱，无疑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文章还呼吁美国当局尊重事实，摒弃偏见。香港政府革职修订逃犯条例，但围绕警方执法及中港矛盾的抗议活动仍未停止。中国香港特别自治区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人口约740万人。自6月份以来，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香港市民发起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很多市民对警方过度使用暴力表达谴责，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这次的法案是个名副其实的失败案例，但游行者要求他彻底取消。波尔萨市政府主办的突厥世界传统体育节正式开幕，1200多名体育界和文艺界人士以及数百名市民参加了开幕式。波尔萨市政府主办的第4届突厥世界传统体育节获得了青年和体育部、波尔萨文化旅游促进会、土耳其传统体育项目联盟、国际土耳其文化组织、世界传统体育联盟和突厥世界市政联盟等机构和组织的支持。